佢今日走咗啦。有3件事對我嚟講係非常深刻㗎。1984年，佢同梁朝偉飾演《新紮師兄》呢套電視劇，非常之受歡迎啊！佢飾演嘅角色係梁朝偉劇中嘅舅父，叫舅父東啊！我仲記得佢經常講：你唔好大隻講啦，意思即係話你唔好空口講白話啦。嗰段時間好多香港人成日都用呢3個字去形容。如果你成日空口講白話，唔做實事，就話你係大隻講啦。1999年，佢同劉德華飾演嘅《暗戰》喺呢套戲裏面，佢經常向啲賊匪強調：我係重案組總督察黃啟發啦！我係重案組總督察黃啟發，你可以同我傾，呢一件事係我意。走啊！我係呢度嘅話事人，有乜嘢嘢你可以同我去談判喎。想當年呢套戲固然好睇啦，但係其中一幕最令我深刻印象嘅就係佢經常強調佢係重案組督察黃啟發啦。最抵死嘅係佢每一次都好大聲將佢嘅身份表露出嚟。劇中嘅劉德華即係嗰個大盜，其實都唔係好理佢嘅說話，都冇將佢放喺眼裏面啊！呢個反差感真係好好笑啊！第3個對佢深刻印象嘅係喺《新紮師姐》裏面飾演方中 Sir 啊！我諗呢一幕都唔使我點介紹啦，大家都有睇過啦。中 Sir speaking， 中 Sir 我名嚟嘅。其實我全名叫做方中 Sir。大家呢1、2日都不斷有 loop 住去睇啦。成個劇情最好笑嘅就係佢寫方中 Sir 嘅 Sir 字，竟然可以寫到一個好似係中文嘅字出嚟啊！有時我哋記住一套戲，未必因為嗰套戲特別好睇，而係因為當中有一啲好出色嘅配角，佢哋嘅演技可能比主角更加出眾。因為冇偶像包袱，佢哋嘅演出更加揮灑自如。我哋記住呢啲作品，係因為佢哋呢啲劃時代可以跨越世代嘅劇中台詞啊！對於佢演過嘅角色，你印象最深刻又係邊一個啊？邊一句台詞最令你難忘㗎？永遠懷念你，我心目中最好笑嘅方中 Sir。